Hello，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好開心再見到大家啦。而今次咧，我哋係今年去拍呢個康湖居系列咧第8間嘅物業啦。咁而今次呢一間咧，更加係咧2間嘅喺康湖居裏邊咧最大面積嘅合併嘅孖屋，所以佢嘅建築面積咧係成5100多尺，另外實用面積係3890尺，連同接近4000尺嘅入契私家花園。另外私家嘅泳池，59尺嘅私家大船位，車房嚟講亦都泊到5部嘅車，所以喺個市場裏邊咧非常之罕有啊！一一咧同大家再去介紹。而全香港咧真係唯一咧係得呢個西貢嘅康湖居咧係可以擁有私家船位而出售嘅別墅嘅。而今次呢一間嘅物業咧，更加非常之罕有，有59尺嘅私家泊船位嘅，463間嘅別墅啦。其實嚟講，大概只係190間咧係可以有船位，而大部分嚟講咧都係17至19尺，即係可以泊一個叫駁艇嘅船位落去間屋裏邊啦。但係今次呢一間有成59尺嘅咧，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成個私家遊艇咧可以自己直接入到去自己嘅船位裏邊㗎。就唔需要駁艇添。而第二個好大嘅賣點咧，就係呢個 Infinity Pool 啦。咁即係一個叫無邊際或者叫無限嘅泳池係嘛？因為佢除咗一個8字形之外咧，就係話佢真係 Infinity 啦。佢嘅深度咧亦都真係可以游到水同埋跳到水落去㗎。一個咁龐大嘅泳池嚟講咧，就因為本身呢個物業嚟講咧，擁有成4000尺嘅入契花園啊。咁而屋主嚟講咧，係一個外籍嘅業主啦。佢將整間屋咧做一個叫做 Thai style 啊，泰國式嘅風情、泰國式嘅設計同埋咧用料嘅。可以睇到佢一個嘅雙連屋咧，佢將佢咧2個落地玻璃趟門咧打通晒，好開揚咁樣咧擁抱咧呢一個嘅外圍嘅花園嘅設計啦。全部咧係一啲嘅木造嘅圍欄，咁所以咧佢個美感啊同埋佢個設計嚟講咧都好有心思嘅。嗱，我哋未入屋之前咧，可以上到嚟呢一間屋與呢一個花園相連嘅大平台。屋主嚟講咧，都係好有心思咁樣咧，用晒好多原木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嘅熱帶嘅樹林啊、石材啊，將佢拼合埋一個嘅圖畫嘅。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有心思啦，同埋嚟講咧保養咧非常之好嘅。咁除咗呢4個大廳之外咧，其實一共咧又設計咗咧就係有7房4套。佢一啲房間嚟講咧就用咗嚟做一啲叫工作房間啦。另外咧仲有咧就2個嘅工人套房嘅。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實用。而另外仲有一個嘅天台嘅設計咧，亦都做埋呢一啲嘅 dream room 嘅。嗱，呢一個咧就係一邊嘅宴會廳。因為屋主話咧，隔離嗰個咧係家庭廳，呢邊呢個就宴會廳，佢將佢兩邊分開。咁你可以見到呢個宴會廳咧，個樓底係特別超高噶。我諗目測嚟講咧，超過20尺嘅。而佢全部咧係採用一啲叫實木嘅設計啦。因為正如外籍業主所講，佢係好中意泰國風情、泰國嘅設計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巴嘅形式嘅設計啦。而呢一度咧，全部一個落地嘅門咧，敞開晒之後咧，就連接咧整一個嘅大平台花園落去，就係一個私人嘅大泳池。
好啦，而家我哋上到第2層咧，佢就係一個客飯廳咧相連嘅一個趟門咧，係去連接咧就係呢兩個嘅廳，同埋上咗半層咧有一個偏廳嘅，所以整體嘅佈局嚟講咧，屋主都非常之細心。如果你話我哋想將客飯廳分開嘅時候咧，將呢個趟門咧閂咗就已經 OK 啦。咁你可以見到佢嘅用色用料咧，有一啲實木嘅設計啦，同埋一啲木櫃啊、木嘅建築咧，佢都係鑲咗唔同嘅設計裝修，咁所以咧非常之細心嘅。我哋上到呢一個嘅客嘅套房咧，你見到啦，非常之漂亮係嘛？除咗有自己嘅私家露台望翻出邊嘅山嘅景觀之外咧，自己有嗰個嘅企廁啦，同埋一個嘅浴缸開放式嘅，咁可以見到咧，屋主咧就算客人咧都非常之細心嘅。而我哋再上半層嘅時候咧，整一個層咧都係屬於主人房嘅樓層嘅。屋主咧好細心咧，將佢呢個主人房嘅樓層咧分開咗2個嘅區域。喺呢個主人房嘅區域嚟講咧，亦都有一個嘅洗手間，雙洗手盤，有晒幾乾淨嘅。咁另一邊嚟講咧，就係佢本身係一個大嘅按摩浴缸，同埋咧佢有2個嘅衣帽間嘅設計嘅，所以咧喺實用度之餘咧，亦都分開咗男主、女主自己嘅衣帽間，係咪非常之細心？咁而上到嚟呢一層嚟講咧，係佢2位嘅小兒子嘅心愛嘅房間。一邊咧，隔離咧就係佢哋嘅書房，另一邊咧呢度咧就係佢嘅睡房。咁而睡房咧，除咗有自己嘅空間之外咧，仲有呢一個康樂嘅活動空間喎。所以咧，屋主嚟講咧非常之細心，將佢2位小朋友咧，無論係做功課、康樂活動同埋咧睡眠嘅時候咧，都唔同嘅空間，令到佢咧自己有各自嘅小天地。好啦，嗱，大家欣賞完咧咁漂亮、咁罕有供應嘅孖屋咧，咁而家佢一個係叫獨立屋噶啦，有成4000尺嘅實用面積嘅為之一個獨立屋啦，4000尺入契花園，59尺嘅私家船位，特別大嘅雙車房，泊到5部車，擁有咁漂亮嘅私家嘅泳池，
望到咁漂亮嘅內湖景。呢個咧就係西貢豪宅康湖居裏邊一個嘅二期特色戶啦。咁呢個嘅罕有物業嚟講咧，屋主咧原先咧一路咧，除咗自己住之後咧，都係一段時間放租噶。咁啊，月租嚟講咧都超過12萬嘅。而家業主咧都好有意思放售，所以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我哋喺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噶啦。而我哋嘅資深同事咧，有啲咧已經喺西貢區做過超過30年添。咁啊，相信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亦都俾啲 comment 我，等我咧不斷去進步。好多謝大家收睇，拜拜。買樓怕縱火，揾奇峰至輕鬆。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空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峰，讓置業變得幸福。